来看台湾上老的死刑犯王胜福，伫几啊章当前牵涉到一件台视警察的案件，伊方指控讲西龙身躯边细汉啊开枪，人权团体是认为这是一件互冤枉的死刑。今仔早起，监察院指出讲，这案对警察到审理有真侪问题，所以请法务部研究提起非常上诉，搁再审查。因为这个案子只有2个警察。 而我就是坏人。找进前也是冤案当事人的徐志强来演死刑犯王胜福的故事。废死联盟等人权团体拿纪录片声援，也成立王胜福救援大队抢救。王幸福要回家。王胜福涉及到一件台警察的案件，被判处死刑确定，已经伫咧监狱内面关10多冬啊，年纪已经70多岁，是目前全台湾年纪上大的死刑犯。 不过，人权团体认定这是一件死刑的冤案，怎么监察院也认定专案疑点真多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死刑判决，左轮右轮不分吗？确实是一个右轮手枪，我们的确定判决写的是左轮手枪啊。这件案件是发生在1990年，王胜福被指控在咧嘉义一间卡拉 OK 店，因为头家对伊真冷淡，就叫伊细汉的陈英杰开枪杀死2位警察。不过，监会讲。 专案自侦查到审理，重要证人被刑求，关键的证据真少，敢若是凭陈英杰来回无同款的口径，就作为王胜福的有罪认定。不管是法院审理或检方的审理头，在场所有的其他证人都没有办法证明王幸福命令陈荣杰。 面对着死刑这种极刑，监会认为这个人采用欠缺真实性担保的高证，真明显伤过老粗。 20也约请法务部按拟定提非常上诉，抑个再审。到目前为止，法务部是也未做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